世界不怕困难，张开翅膀向蓝天大海，看我们摇摆，朝向目标克服了阻碍，像明星随时散发出光彩，因为相信魔法，相信真爱，献自快来，拯救未来。我是 Wings， 拯救世界不怕困难，光明未来指日可待，冲破难关。我是 Wings。在地球上，心灵组合力想拯救一场可怕的环境灾害，但是蓝天在救难过程中弄丢了伊拉克洋国的坠子。同一时间，邪恶的天纳斯想阻止哥哥登上太子的宝座，却被关进安卓斯地牢里，遇见了三巫族。天纳斯的反叛。谢谢光临仙灵组的加丹尼亚海滩慈善演唱会。这场演唱会募得的款项会用在清除海面的漏油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要献给我们所爱的地球，因为仙灵组找回了魔法，你们也都感觉到了。唱吧，姐妹们。我爱白云、阳光、雨树，也爱海风的气息。只有这样不够尽力，地球的美丽就只能靠我和你。用你的力量改变天地，用力量改变天地。美丽世界，所有人努力，我们绝不放弃，改变世界有你。老婆，好棒的表演呐！呆子，怎样了？那些小仙子会害我们关门大吉的，快走！请客。哦，好吧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爱你们。喂，是翠莎。终于打来了，她去哪里了？不好了，艾莎，怎么回事？天纳斯在加冕典礼攻击尼利斯，我舅舅纳普敦王把他关进安卓斯地牢。那是什么？地球之门的守护者，守护者菲阿！哎呀，在这里。你看，有东西被拉进大门里了，那是石油吗？露出来的石油。不好了！你快点把门封住！没错没错，马上封。没有用哎。不好了，石油穿过门到安卓斯了。我们一定要阻止他！莱米，莱米。莱米，一定要阻止他！快点！我们必须结合我们的力量。动手！没办法阻止他，糟了！再试一次，使出全力！啊！ 你看，石油往安卓斯地牢那里过去了。我们走。 快！ 莱米，一定要阻止他！快点！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！ 动手！没有用哎！ 不好了，
没想到我父王会把我关在这里，让我哥尼里斯去当太子。真不公平，看也知道你应该是王。我也是这么想。雪姬，你真懂我。谢谢，我觉得我们俩很像。我觉得我们俩很像。我们3姐妹会永远被关在这里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肯臣服在那些仙子脚下。如果我能拿到3叉戟，我就可以把大家救出去。少做梦了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有毒！田纳斯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可怕的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很遗憾。被高跟鞋绊倒的吗？不是，是新舞步。我可是故意跌倒的哦。雷儿，我们真以你为荣。这个慈善演唱会的主意简直太棒了。妈，谢谢你。发生漏油事件，就得想办法帮加丹尼亚。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。我赞成。嘿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出去进滩了，一起来吧！好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蓝天最近心情老是很不好。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谈？对，我最好去问他怎么了。这里还有一袋。好多人在这里捡垃圾呢。对呀，音乐真的可以激发人们做正确的事。你们看，那是漏出来的石油吗？没错，因为有很多石油流进海里，现在被冲上岸了。走吧，我们必须记录下来。我还没有把伊拉克洋的坠子给雷儿，就搞丢了。对啊，真是扫兴。不止，要是太子把坠子搞丢了，那就表示他跟所爱的女孩永远不会幸福。那根本就是胡扯，你要再想想办法。雷儿过来了，坚强点，微笑。找到你了，出了什么事？你最近好像有点怪。哦，因为我掉了东西。真的？什么？只是小东西，没什么。哦，那好吧，我要去帮忙进滩了，拜。他是怎么搞的？他就要变成一只怪物了。酷哎！我的3叉戟！我会让父王后悔，他选了哥哥而不是我。天纳斯，给他好看。什么事？这家伙可能可以救我们出去。这家伙是我的白马王子。救命！犯人要逃走了！糟了！哦！来吧！哦，谢谢，随便啦。至少出来了。拦住他！阻止那个怪物！天纳斯，他变成怪物了！给我让开！怎么会？什么？帅耶！帅呀！贝拉，我们快走！
是地球跟安卓斯海洋之门的守护者。你们是逃不掉的。他们是谁？这2个。离这个世界去地球了。这计划不错，就这么办。没错。这2个只是开始而已。我要猎捕他们的同类，吸光他们的力量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进入无限海。从那里去所有世界，用我的3叉戟征服他们！哦，哇！天纳斯！等着瞧吧，雪姬，我将来一定会是统治者的。要是我们姐妹能帮你就好了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们没有魔力，是被他们夺走的。如果你可以恢复魔力吗？没错，行吗？为了你，雪姬。这才像话啊！好哎！我是怎么了？我想是有毒污染物用完了，就是漏进海里的石油。不过我知道哪里找得到，地球。那我们就去那里，去地球。走吧，姐妹们。你觉得呢？去啊！通往地球之门。糟糕，天纳斯得到菲拉跟莱米的力量了，快去通知纳普敦王。看吧，我就说不会有人来的。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做？这有毒哎！这是大海，没人会知道，我们也不用付钱。那个叫废弃物处理吧。答对了。可是这么做真的好吗？哇，你们自己看，真是恶心又完美。Hello， 帅哥们。你不是说这里不会有人吗？你们是我们的手下。是主人，我们是你们的手下。你把那些东西丢进海里。遵命，主人。我想这些应该还不够吧。快去，再多弄一点过来。遵命，主人。谢谢你，雪姬。我就说我能帮你吧。只要我们联手，一定可以成为统治者的。这话真好听，伟大的天纳斯。没错，不过你们注意到了吗？空气中有一股味道。那是魔法，仙子魔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问你们，知道这件事吗？是仙灵组，他们让魔法回到地球。仙灵组？他们在哪里？消灭那些仙子！快！这边还有。什么？那些是什么？看起来像是某种突变，一半人，一半怪物。
快走！嘿，各位！蓝天，仙灵组，小心！大家快点逃！蓝天，快走！仙灵组变身！仙灵圣灵力！雷尔龙之火仙子！普罗拉自然仙子！斯黛娜，耀眼的阳光仙子！艾伊莎，海之仙子！铁兰，科技仙子！妙莎，月音仙子。仙灵组，去解决那些怪物吧！仙法回音，夏日惊雷！谁坏坏啊？网之剑！好大的胆子！太阳风暴！大家快点接火力圈！快啊！嘿，看招！我们得查出他们从哪来的。我去追他们。是谁暗算我？嗨，血姬，真高兴见到你。三巫组，你们三个不是又去坐牢了吗？亲爱的，那是以前。五之火焰！快住手，臭女巫！好吧，仙灵组，让我考虑一下。哦，我考虑过了，不要。那些怪物要逃走了，交给我们，水底气息。那我们就来收拾这些恶女吧！你少做梦，姐妹们，音波屏风，那声音，龙之心，太阳风暴，姐妹们，我的翅膀不太对劲。那是什么？不管是什么，看起来很凶恶。快来，姐妹们，
不行，翅膀动不了了。他过来了！汉行水波，九之风，百万伏特。你们太好笑了！你们这些可悲的仙子以为能够阻止我吗？我要毁掉你们！是吗？你少作傲了！汉行仙杖！啊！艾伊莎！啊！怪物！我要粉碎你，仙子！就凭你了！你是天纳斯！救命啊！血姬！天纳斯！救我！血姬！我就知道能相信你，田纳斯。这个是你，天纳斯！快点！可恶！门关闭了。真不敢相信，那怪物是我表哥，我不应该让他逃走的。我们拦不住他，我们的仙法在水里太弱了。我们回欧菲亚找法拉冈达，他会帮我们让仙法更强。说到欧菲亚，我们该走了，姐妹们。对，欧菲亚，我们来了。雷儿，妈，等我们回来，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血姬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会除掉那些仙子。联手出击！天纳斯变得更强，仙界也因此陷入危险。为了阻止他，仙灵组必须得到新的仙法——海灵魔法。他们与三巫组作战，想保护海灵魔法书，但蓝天却在作战的时候受伤，很可能从此变了一个人。